San Bernardino 市唔同意向一名被警方槍擊致死嘅男子家屬支付近500萬元嘅賠償。該事件發生喺2023年12月27號。當時警方因為交通違規對受害者 Robert Brown 進行咗攔截，但係 Brown 選擇咗開車逃跑，最終喺 Pepper Tree Lane 1200號路段停車之後落車繼續逃跑。Brown 喺逃跑過程中跳過一道圍欄，並向後院奔去，結果遭到槍擊。警方聲稱 Brown 喺逃跑嘅時候曾扔掉一把手槍，然而調查顯示當時 Brown 手中冇武器，且未對警員構成威脅。Brown 嘅家屬於舊年12月10號提起聯邦訴訟，指出警員喺追捕過程中違反咗多項執法政策。最終 San Bernardino 市政府官員同意向 Brown 家屬支付487.5萬蚊嘅和解金，其中佢嘅父母獲得其中嘅17.5萬蚊，其餘款項歸 Brown 個仔所有。佢喺槍擊案發生嘅時候年僅6歲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